咱国产的淮山，大部分拢是农民对山顶乌野生的去农场种，安尼品质就较无稳定。即马农委会有推出新的品种，名就叫做金风，当地新竹以北的农场来推广。规岛顶的淮山料理，会使煮汤，嘛会使加工成四烧啊。淮山是台湾家庭日常的食材。过去国产的淮山大部分是农民为山顶散发的来种，品质较无稳定。即马开发出新的金风淮山，以万里种做主要品种，脱证成功。迄食起来吼，会足松，啊，佮伊的产量吼，实在有若袂歹啦。以前的品种就是收起来，若安那就安那，阮是有一个目标甲做伙的一个品种。金风淮山比其他国产的淮山更较有肉，产量较好。即马当咧推广，目前是以新竹以北的农场做主要推广对象。阮选的时阵吼，即款原生鸡卵山药是北部的土壤较适合啦，所以阮初期吼会伫北部先来推广吼。啊，若是讲其他中南部有兴趣的吼，其实嘛会使来试看卖。经济力表示，目前伫台中有咧试验脱证淮山，结果嘛袂歹，也佫有其他的品种在咧试验当中，毋茫卖当伫中南部找到适合的淮山品种。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。